天早上欢迎收看今日2月2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是要求医护人员，若无报备无通过，袂使出国，引起医界不满。昨昏指挥中心公布初步管理的共识，所有病院的医术人员，无包含诊所也有行政人员，拢爱遵守这个规定、这个限制。若配合管理造成损失，会按照特别条例提供补偿。 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拓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5交各级病院代表共同讨论，达到防疫期间初步管理共识。所有病院医术人员，包括医师、护理师、有证照职员，拢爱遵守出国限制。行政人员甲诊所人员无伫这限制内底。第一个呢是经过指挥中心发布为第3级的旅游警示地区，是禁止前往的。那么 除有特例，那么必须经过卫福部的同意之后，那么才可以前往。那么第2种呢，是属于第1级跟第2级的旅游警示地区的，那么原则上也是暂缓前往。好，那么除非经所属医院同意，那么才可以前往。 中港澳甲南韩目前拢是第3级旅游警示，也就是除非经由卫福部同意，若无禁止去。第1、2级包括日本、泰国、新加坡、意大利甲伊朗，只要经过病院同意才能去。回国了后，医院爱按照指挥中心对这地区的规定，居家检疫或者是自助健康检查14天。如果因为配合 这样的这个出国管理规定所造成的损失，那么我们会依照特别条例或者是相关的规定给予补偿。因为遵守规定所造成财务损失者，会依照严重特殊性肺炎防治甲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用单期申请。目前这措施暂定实施到6月30。这礼拜4也会邀集医术人员代表甲相关工会代表讨论，才会正式公告。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咱国内的武汉肺炎，第31例是一个11岁的查甫囡仔，伊伫休寒，要去新北市一间补习班补习，嘛互新北的校园防疫 倒红灯。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是随去抽查新北一间补习班，要求所有补习班内底的老师甲学生拢爱挂喙罨，嘛讲这个规定对今日开始会加入加强稽查的项目。侯友宜挂喙罨伫个补习班，要确认补习班敢有做消毒，敢有替学生囡仔磅体温。伊嘛只是讲，若窗仔门有法度开开，安尼就尽量甲开开，保持通风。嘛要求伫咧别皱皱的空间内，所有人拢爱挂喙罨。 家长嘛爱配合，若是囡仔身体无爽快，就爱请假。若补习班爱按照规定退钱。新北市会扩大稽查，买抽查全新北市的补习班，也有下课了后的照顾中心。会遮尔认真，拢是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昨昏宣布讲，咱国内第31例，伊是一个11岁的囡仔，伊是第3站家庭群聚感染内底上起头第27例孙。 北部家庭群聚感染，佮增加一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进前宣布，国内第27例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是北部80多岁查甫人，伊70多岁太太，佮50多岁后生，啊，佮有40多岁细汉后生确诊了后，25佮宣布第27例老阿伯11岁孙仔嘛确诊，变做第31例。不过伊无疑似症状，是目前国内上少年的确诊个案，即马人伫咧病院隔离观察当中。 他的一些可能的接触的朋友、同学都知道，现在就是在匡列，那个案数还在匡列当中。指挥中心表示，因为个案伫咧休寒期间捌参加补习班，相关疫情调查已经开始，确诊个案接触的同学已经居家隔离，希望会当阻挡学校感染的风险。啊，若是互调伫咧中国武汉的迄幼病少年的母仔囝，24暗时返来台湾，也搁伫咧病院接受采检当中，若是2届拢是阴性，会搁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目前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那早上我们做一些检验，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它这个凝血功能也都是正常的哈。那另外就是它的一采结果刚刚也出来是2位都是阴性。啊，若是伫咧国际疫情的部分，考虑到意大利最近病例数量快速增加，而且无法度查清楚感染源，病院嘛出现群聚感染，所以指挥中心宣布，从今仔日开始，甲意大利旅游疫情建议提悬到第2级。意大利发展的情况让人家比较担忧，就让它速度非常的快。好，那所以呢，我们也把意大利，好，我们也宣布它在一个旅游疫情的一个建议，我们升到第2级的警示。
另外，为着营业开学，互家长方便来买囡仔所需要的喙簪，伫即个拜四2月27开始，无限制身份证字号买数是起的还是双的，大家拢会当来买囡仔的喙簪。大概上济会当摕3张，13岁以下囡仔健保卡地当来买，其他喙簪实名制规定是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3月小马祖，当年拢有成百万的信徒参加，香港是世界3大宗教活动的大甲马出巡。原本讲要照常举办，也毋过即马外界是直头呼吁讲爱延期。武汉肺炎毋但影响咱的生活，即马嘛影响部分的宗教活动、民俗活动。信徒出入拢爱先放体温、甲喷酒精消毒。桃园市龙德宫数码做信众8天7暝温蒸活动，25到台中拄着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拖，庙方无停办的拍算，毋过强调讲会落实防疫。戴口罩跟勤洗手。那参加绕境活动会不会担心？不会，因为我知道是妈祖会护持我。每进入电梯或是住宿区，我们都会用酒精给它消毒。桃园市长陈文灿原本日后要参加桃园龙德宫伫咧鹿港天后宫的接驾活动，宣布因为韩国发生教会群组感染，除了取消接驾行程，嘛向中共发声，针对大型室内甲宗教温证的活动，要有一定的防范。那如果该取消或者是该延期哦，我想也应该要取消。那特别是有的参加人数动辄超过这个10万人，这样的人士确实有群聚感染的风险。那我想这部分由中央来做裁决。嘉义新港洪天宫针对迎接大甲马温证，嘛变做正反两派论战，目前得到共识，要求带属的团体提供带属的名单，还有联络方式，嘛针对提供带属的学校进行专备消毒甲清洁。10几万、20几万的人香客聚在一起，而且新港这么小的地方，是大家自动来供餐的，我们很难来规范它，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漏洞。一定立即要有备案，那延期的备案一定要立即有。疫情指挥中心有这个要求出来的时候，希望所有的民众统统要配合，跟团体都要配合。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态，要求大型宗教活动虽做好延期举办的备案，毋过今是要伫咧防疫期间规定禁止举办像讲温证的活动。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徛伫咧防疫的立场确实有风险，毋过牵涉到大型的民俗活动，也是爱沟通，找出上适当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77000例。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阵中国确定的病例有77661例，死亡的人数2663个人。咱台湾昨昏加一例，目前咱台湾有31例，香港有84例，伫日本的本土有170例。南韩目前确定的人数要挖1000个，已经有977例。伊朗目前是95例，新加坡有90例，那泰国是37例。欧美的国家意大利疫情继续摊开，即马意大利有323例，美国有53例，那英国有13例。武汉肺炎伫欧洲摊开，瑞士、奥地利也有克罗埃西亚25拢出现头一个病例。上较严重的意大利25是加100例，目前有323例，11个人死亡。另外，中东的伊朗25嘛有加34例，目前有95例，而且有16个人死亡。连伊朗的卫生部的副部长拢互话着。武汉肺炎疫情最近在中东拖甲真紧，上严重伊朗当地时间25号新增加34例，确诊病例已经有95例，死亡人数16人，连卫生部官员拢被话着。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24时发烧，检测2摆，结果拢是阳性，目前已经自主隔离。伊确诊进前才对媒体简报，各环保机关讲疫情重灾区科姆市有50人死亡，是要到过一天伊家己话着。伊让卫生部是警告疫情可能拖到全国。另外，欧洲确诊人数爆炸性新冠的意大利25号增加100例，一天增加幅度高达45%。目前总共有372例，死亡人数11人。意大利25紧急甲欧洲其他国家开会讨论疫情。E cioè tenere aperti i confini, chiudere i confini sarebbe una misura
disappropriata, sproporzionata e sbagliata, quindi questo è l'impegno di tutti i paesi che confinano con l'Italia. 不過，就喺各國大城無對意大利關邊界強勢嘅同時，西班牙25日也出現第一例本土病例，患者是一名去過意大利嘅婦女。西班牙已經有確診3人。奧地利、克羅埃西亞、瑞士也喺25出現第一起確診病例。einen 70-jährigen Mann, wohnhaft im Tessin. Er hat sich am 15. Februar in der Nähe von Mailand an einer Versammlung aufgehalten. 北非國家阿爾及利亞也喺25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武漢肺炎目前已經拖全球39國，有57人確診嘅美國表示，會對患者進行瑞德西韋藥物第一擺臨床試驗。記者綜合報道。所以，家鄉親做伙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自由時報》。受疫情影響，民眾關會意願降低。目前台北的關會中心存無6天的庫存量。嚴格為着要考慮用會安全，是呼籲最近捌去過中國、香港、澳門甲新加坡的人，28天內先莫去關會。來關心《蘋果日報》，勞動部是發布咱國內上新的查甫查某做同款的膝頭，食同款的頭路，薪水差幾天的數字是差52天。意思是講，女性愛比男性加做52天，才有法度領到同款的薪水。所以今年的第52天就是2月1日，嘛甲這日定做冬收日。來看《中國時報》，台中市的環保局去年認定台中火力發電廠的氫炭使用量超過核定的量，3屆攏以違反空污法提出告發。也毋過環保署認定講，這個處分是有問題的，已經撤銷台中市政府的裁定。立法院在昨下晡三讀通過肺炎防治也閣有紓困條例特別條例相關的法案，總統蔡英文嘛隨簽署條文，肯定朝野合作，展現咱台灣民主的效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制定通過。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立法院第25下晡，立法院長游錫堃三讀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加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並且特別預算600億，分為防治、紓困、振興甲發展等4部分。為嘛蔡英文總統也簽署紓困特別條例，感謝朝野政黨合作，緊緊通過。在面對疫情的威脅的時候，朝野共同展現出來的是台灣民主的效率。稍早法案完成3讀之後呢，我們立即安排簽署，讓防疫跟紓困的工作可以在更周全的法律基礎上。朝野立委佇主要發言有共識，紓困特別條例命令起價不當囤積防疫物資超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扣500萬以下罰金；散布疫情謠言致使損害公眾他人，相關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並扣300萬以下罰金；違反隔離檢疫規定者，相關罰100萬。得到武漢肺炎無遵守主管機關指示有傳染疑慮者，應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200萬以下罰金。不過在野黨團針對防疫隔離假甲被捕照顧天口囡仔防疫照顧假是不是付薪水有無共款意見？所謂的防疫隔離假，那這部分我們希望可以比照公假給予全薪，或者是他生計遭遇困難，給予相關的防疫津貼。防疫的隔離不是用公假的概念啊，他其實被強制被隔離的時候，他就必須要請假了嘛。國黨團版本逐條表決，不過最後3讀條文，國民黨團、民眾黨甲時代力量各自提出的防疫照顧假甲居家隔離假版本攏無通過。民眾黨團開記者會批評防疫照顧假無一法保障，讓家長快到吃袂到。台北市就有30幾位小朋友是在居家檢疫，那我們一樣是用給假不給薪。我相信很多家庭他就是忍痛，他必須要這樣子來照顧自己的孩子。宣紓困條例最後無達至防疫照顧假，不過生活受到影響者，主管機關應以社會救助法補助。若是主管機關認定愛居家隔離者，免看這是控制，袂當扣全一獎金，袂當改聘隔離者佇2年內應申請補償，也鼓勵企業付薪水補助租稅優惠。記者綜合報道。
再来天气报，你知，咱先来关心地动。昨午7点14分，依然发生规模5个浅层地动。了后，伫7点20分、7点28分、甲8点27分，同一个震央，阁发生3届小规模的地动，并无传出灾害。气象局讲，这是中央山脉伫造山产生的能量。另外，天气方面要提醒乡亲，今日东北季风会略略增强。咱来看详细的分图。气象局是表示讲，今日早起的天气甲昨昏差无偌济，不过下晡开始会变天哦。下晡到明仔载有一撮较弱的锋面会经过咱台湾的北部，东北季风略略增强，这锋面的北部、东北部会落雨，会变天，嘛会转凉冷。尤其伫咧东北部有局部大雨会发生，西半部的山区嘛有低渐雨。另外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北部、东部高温有26度，中南部的高温有29度到31度，早暗是较凉冷的，低温大约是17度到20度。若拜五日8的3天连续假期，东北季风会减弱，西半部的天气较稳定。若伫咧东半部有时阵会有局部低渐雨。另外要提醒乡亲，今日到拜五，金门、马祖西半部会大雾、云较低，影响能见度，空气品质嘛无啥好。来关心高中以下，伫咧昨昏开学啊！全国上大间的高职高雄中山工商学生有7400个人，磅体温的磅尖无够额。另外，伫咧东部上侪学生的花莲明义国小，有囡仔磅2届拢超过37度半，磅袂过，就请家长甲囡仔带转去。一早6点50，第一部校车到位，全国上大高职中山工商开学节校车甲行路，总共7400名学生要进入校园。教育部特别视察防疫情形，不过学校原本想伫学生上车进前因体温，所以因为度检无够而无牛。不是所有的学生在上车之前，他可能额温枪的数量不是那么足够的话，其实他下车量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150多台校车，加上每一个班级也要使用，学校欠40多支的度检指挥要求坐校车学生全程挂喙罨，并且伫大厅设红外线监测器，方便大量检测。不过为边仔门之外，未附设监测器，改用到班级来量。一个是进校门的第一个关卡，那第二个关卡就是进到教室之前，老师就会指导学生大概做3个动作，那么检查口罩。然后量体温，然后做消毒的一个动作。中山工商用点半钟，所有学生才坐好。东部上侪学生花莲明义国小1400多名学生，是伫学校大厅囥满桌啊排队量体温。一名小六学生被量出体温37.7度，马上被带到保健室量第2摆，也是有37.5度。复检后还是发烧，我们就马上送到隔离这边地区，这样让学生这边互相隔离，不要让他再接触学生，那也不会让他再进教室。学生无出考试，也无感冒症状，校方医院紧急隔离，由家长带回去看医生检查。开学第一天，学校防疫真认真。宣告部表示，检疫了后，校园内底毋免挂喙罨。不过，真侪师生也是心惊惊，喙罨毋敢凊彩摕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埃及的媒体昨昏报讲，前独裁总统穆巴拉克伫当地时间2因为破病过身，伊才甲91岁。伊在生进前有现代法老王的名号，捌统治埃及30冬。穆巴拉克1981年上台，用稳定赢过一切的态度伫执政，加做中东冲突内底稳定的力量。伊做总统的时，贪污暴力。压迫人民，经济嘛是愈甲出问题。伫2001年，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运动烧到埃及的时，伊镇压示威者，引起民怨，互赶落台。了后，就因为贪污受诬塞，下令杀害抗议者，这罪名互判刑。伫2017年的时，才互放出来。最近这几天，伊的身体无啥好，嘛动过手术。伊过身了后，埃及的总统府有发出哀悼，形容伊是军事头人甲战争英雄。另外来关心美国 NBA 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布莱科 Kobe Bryant 甲伊的查某囝进前是因为这直升机失事摔落来过往。伊的太太嘛举行官方的追思会，一直甲 Bryant 当作小弟的 Michael Jordan， 伫咧追思会伊是哪讲哪好，也毋过伊嘛靠说伊家己，互这追思会的气氛变甲较轻松，无遐沉重。He used to call me
text me 11:30, 2:30,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talking about post-up moves, footwork, and sometimes the triangle. At first, it was an aggravation. 那叫执行乔丹伫对输会2万名观众面前，回忆科比这个麻烦的小弟，伊真济热情为家己身上恶补，也征服家己。两个人变甲真有话讲，互伊想要做一个上赞的阿兄。伊讲布莱恩死啊，我身上的一部分也死啊。正当观众真感动的时阵，乔丹却靠咧家己口水，搁互全场笑起来。 Now he's got me. I'll have to look at another crime meme for the next. I told my wife I wasn't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see that for the next 3 or 4 years. 布莱恩是伫1月2日带着查某囝吉安娜坐私人直升机前往参加篮球比赛途中摔落来，机顶9个人全部死亡。伊的太太范妮莎后天的讲着思念，俄罗科比是上有价值的爸爸 MVP， 一家伙拢是查某人，伊到当拢无袂记咧将马桶的坐珠啊放落来，永远正向鼓励囡仔，抑阁讲真遗憾，无法度看到伊团爸爸拿球细胞的查某囝大汉。一家伙虽然阴阳两地，犹原是上好的组合。 Gigi would have most likely become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NBA. She would have made a huge difference. You take care of our Gigi. And I got Nani, Bibi, and Coco. We're still the best team. 湖人队选到2月24日主场史泰普运动中心举办唯一的一场官方对输会，因为初2甲24分别是布莱恩查某囝吉安娜甲伊家己的球衫号码，2万名球迷一透早就来排队等着参加，向这位鼓励无数少年人对梦的运动爱豆致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法国，因为要抗议有天然气的管线。 加拿大已经发生连续几啊礼拜抗议，抗议者是阻挡铁基路，嘛已经阻挡几啊礼拜啊。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要求警方去甲这人搭的篷布全部拢拆掉，即马嘛甲抗议的人拢总抓起来。伫咧安大略附近铁路沿线按压抗争的民众，伫咧警方强势介入之下，互带离开现场，布篷甲其他物件嘛去互拼掉。Canadians have been patient.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patient. But it has been 2 weeks, and the barricades need to come down now. 这个抗争发生的原因是海华线天然气管线计划路线下过必须性北部，重点是基地码头，而且伫咧当地起天然气液化厂区，阁有会当互船来停靠的港口。这条路线下过必须性境内的原住民区域，所以伫咧规划的阶段，就是连续甲各有关部落来沟通，而且得到沿线20个部落的民选机会，或者是公民投票通过。工程嘛伫咧2019年开始。 毋过，细细的部落首领站出来反对，而且发动部分族人串联加拿大绿党等等环保甲政治团体，进行反对光线工程的抗争。这个月初，警方照反映的命令，甲几啊10个示威者抓起来，引起更较大的抗议。地处全国的铁基路运输差不多拢停落来。进前伫咧加拿大国会辩论当中，在野的保守党指控杜鲁道总理受过头两者，记载甲原住民无关系激进团体，非法阻挡国家的重大建设。 Will our country be one of the rule of law, or will our country be one of the rule of the mob? Will we let our entire economy be held hostage by a small group, trampling over the legal system which has governed our country for more than 150 years? 加拿大政府强调讲，会伫咧经济发展、甲环境啊，各原住民权益的部分，找到平衡的所在。不离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讲，原住民部落内部嘛是意见无共，业者甲民选的原住民议会所达成的协议当中，包括职业训练、优先请人啊，有投资社区发展等等的条件。不离个伫咧上下尾徛出来反对，实际毋是民选的部落首领，因讲因掌权的范围比法定的传统联合更较大。 若是加拿大政府面对在野党质疑态度收软者，开发案阁有相当民意的支持之下，总算派警员强烈来排除。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香港的武汉肺炎，因为疫情扩大，香港政府已经宣布讲开学要搁再延后，会撑到4月21号起。另外，伫香港有一间学堂内底，上无有7个信徒患着武汉肺炎，其中有一个负责人，伊伫正月26到31嘛捌去过日本。香港北角福慧精舍学堂出现武汉肺炎群组感染，确诊人数已经是7位信众感染。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其中一人是68岁负责人，2月7日到7日逐工去学堂；另外一人是57岁家庭主婦，接福期間1月2日到31捌去日本大阪。喺佛堂入邊嘅2個樣本呢，就係有陽性嘅。咁一個咧就係喺一個即係佢有啲經書，另外一個樣本咧就係喺個佛堂入邊嘅洗手間入邊嘅水龍頭個。喺學堂嘅大樓附近嘅路消毒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學堂信眾佇正月7日15捌鬥陣食飯，無掛喙罨，可能就安尼傳播病毒。毋過學堂無定期做測，合派對象出入嘅信眾，病毒佇社區傳播。香港確診人數超過80例。25香港教育局宣布，全港必須過延後開學。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咧，仍然未有一個明顯減退嘅跡象啦，教育局今日決定咧，全港嘅學校咧會進一步延長停課，直至到學校嘅復活節假期結束。咁咧最早咧，我哋係會喺4月20日復課。疫情嚴重，香港人是真驚嚇。面對南韓也爆發宗教場所群組感染，香港提高戒備，也對南韓發布紅色旅遊警示，無允准為南韓陪香港外籍人士入境。記者綜合報道。武漢肺炎伫中國疫情真嚴重，英國攏會安排伫3月初舉行的中國人民大會，甲政治協商過期。因為武漢肺炎即馬嘛宣布講要完期。另外，武漢肺炎疫情互認定講病毒的來源是因為食野味，所以中國即馬嘛決議講，若准個別野生動物要動發，嘛禁止民眾食野生動物。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委會就是佇北京開會了後宣布，可能目前武漢肺炎疫情拖燒，決定延後召開第13屆全國人大第3次會議。這項會議20天的例行會議，往年攏定伫3月初5舉行，來自中國各地有達到3000名的代表參加。今年是自1995年以來頭一擺拍慣例，即確實的會議日期目前還未確定。另外一方面，因為這波武漢肺炎疫情的病毒來源，被懷疑是武漢一間海產市場所賣野生動物。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未來將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企圖民眾食野生動物的歹習慣，並且加強打擊相關不法行為。自打開始生效，就算唔是以食為目的，包括科學研究、動物醫藥實驗、甲電視等活動在內，只要有涉及野生動物，攏會受到嚴格審查。除了人大之外，原本預定伫3月初3開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馬也確定延遲。有專家認為，中國這項做法是咧向外界傳達以防疫為上優先的決心。同時，佇疫情還未受到控制的這同時，中國當局也無適合透過兩會展現過去一年來進步甲發展。記者綜合報道。另外一個疫情在滾價的是南韓，南韓即馬確定病例已經要挖1000例，南韓人燒錢買喙罨，為了確保物資有夠強，南韓政府即馬已經限制喙罨出口，嘛限制洗手精出口。日本的方面是提出防疫的措施，鼓勵企業和員工佇咧厝內上班，也毋過是互外界罵講，即馬才安尼講，敢袂上班。南韓武漢肺炎一直拖燒，25有一名35歲蒙古籍男性不治身亡，這是南韓境內第一位外國人確診死亡案例。到25為止，南韓確診人數將近9000人。韓國保健局甲賣場合作，佇大區地區賣171萬個喙罨，排隊民眾是排甲長樂路數百公尺，以外有人買無。 그러면은 장수를 주셔서 10장을 나눠주든 해가 이 온 사람들이 다 같이 배포를 할 수 있게끔 나눠주든지 한 장도 없어갖고 애절해가 온 사람들인데 그러니까는 이거는 무슨 대책을 세워야 되지 불쌍한 사람은 그냥 죽으라는 것밖에 안 되는 겁니다, 고객님. 南韓政府就宣布，20日開始限制喙罨甲消毒液這些防疫產品出口，佮將大區市甲慶尚北道劃為特別管控區，採取強硬防守措施，阻斷病毒拓開。被懷疑是群組感染源之一的新天地大區教會，也被要求提供完整的信徒名單，要對超過21萬的教徒進行病毒檢測。
중앙재난안전대책본부는 신천지 치과의 협의를 통해 전체 신도 명단과 연락처를 협조받기로 어젯밤 늦게 합의하였습니다. 另外，伫同在区日本安倍政府决定武汉肺炎防治的基本方针，包含重症轻症患者分流，要求有家属发烧症状的人自我隔離，請假或者是遠距離工作。企業や団体におかれては、発熱等の風邪症状が見られる職員等への休暇取得の勧奨、時差出勤やテレワークについて強力に推進いただく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日本蔚南甲巴東有武漢肺炎確診病例，已經有900例，這是伫中國南韓後邊亞洲確診病例數上濟國家。真濟企業早就已經啟動應變措施，不過安倍政府一直到25日確定防疫風險，也被外界批評動作太過慢。記者綜合報道。 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即马已經甲南韓的旅遊疫情建議提懸到第3級的警告，外交部嘛甲旅遊的燈號變做柑仔色的，即马有真濟旅遊團落地取消。 伫咧韓國地鐵站翕到即個畫面，有當地民眾不滿武漢肺炎疫情佇拖，提2擺希望講禁止中國旅客入境。過年期間，就去修理旅遊的優先是講，想袂到疫情會拖甲遮爾啊緊。即幾工修理街路面頂看出來人變少，大家搶要買喙罨。伊掛即個喙罨目前已經起價新台票60塊。覺得我蠻幸運的，因為我本來訂回程就今天。 對，如果再晚個幾天，可能就要要隔離14天了。因為怕之後要回來比較困難，然後我的工作比較彈性，所以就想說可以回來就先回來。 自由行的旅客攏提早返來台灣，若是團客部分，目前伫咧當地超過有17團266個人。觀光局已經請旅行社通知旅客，25了後到韓國返來台灣的必須要自主健康管理，27了後返來需要居家檢疫，或者等咧到3工旅客趕伫咧27進前返來。 24號上班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已經協助大概3月中旬以前的消費者前往韓國的都有做取消了，所以到24號下午的時候，升為3級的情況之下，我們其實就是陸陸續續還是通知3月底以前出發的一個旅客。 到3月底之前，大家攏伫退團。台灣航空宣布，27到3月底，所有來回韓國的航班全部取消。華航這禮拜總計取消24班韓國的航班，中營是取消18班。旅遊業者分析，2017年韓國來台灣的旅客超過1年100萬的人次了，已經是穩定的客源之一。受到入境檢疫升級，還有航班取消影響，人數一定減真濟。一些航空公司啊，也目前像虎航，它也停飛。那這個部分。 會配合指揮中心那逐步來提高對於不管是出入境還有這個出入團的管制。這個疫情可能是會到年底了因為比較簡單的就是韓國跟日本現在比我們都更嚴重。那我們本來陸客來的就不多但是現在韓國跟日本又不來的話又不能來的話。 那當然，我看到年底以前，這個觀光產業是真的是產業的啦。乒乓協會統計，過去台灣人去中港澳、日本、韓國旅遊佔所有出國比例7成。即馬台灣禁止出團中港澳，韓國閣升級做3級警示，佮加上日本的疫情繼續佇拖，未來佇咧轉團退團所發生的爭議，金額可能會超過100多億。記者綜合報道。 在地上大條，咱來關心佇高雄做訓練的南韓職棒英雄隊，昨下晡甲中信兄弟隊拍熱身賽。毋過即馬有家長是指控講，學校是要求市府是要求學校有棒球隊的，才會學校愛帶學生囡仔去看比賽，引起家長不滿。市府甲學校趕緊出來駁回，嘛趕緊取消行程。 要佇高雄春訓到3月，韓國職棒英雄隊25下晡佇定清湖棒球場甲中華職棒中信兄弟隊進行熱身賽。高雄市長韓國瑜也專程來開球，不過家長卻出面指控開學第一天無用防疫，市府卻要求有棒球隊的講予國中家長、予國中動員學生來看。因為這個不是教練能夠主導的，他就說高雄市運發局。那後來打電話去運發局聯繫之後呢，承辦人也一直。 沒有聯繫上，我就覺得現在高雄市已經一級的那個防備了嘛。家長煩惱學生團體坐遊覽車會出現防疫缺口，向市府、中央嘅民意代表真濟方面表達反對。不過市府澄清只是通知學校免費觀賽，無要求動員。那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去要求哪一所學校
到这边来观摩，我们是把这个讯息提供给有棒球队的学校。被家长点名学校表示，因为是难得的赛事，对球队学习有帮助。伫2天前决定安排观赛，不过接到家长意见，已经伫25中昼进行促销行程。有家长反映说，防疫期间是不是不太恰当？那我也就跟组长还有找校长也讨论过，那我们就决定说好，那今天因为防疫期间情况特殊，那我们就取消这一次的活动。学校强调，所以去面对大型活动，会更加谨慎评估风险。丁清湖棒球场为了防疫，虽然是户外空间，也宣导民众隔位置，避免近距离接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中国甲金门的小三通已经冻点，嘛害金门的观光受真大影响。金门县政府即马是规划讲要家己分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打算要变3亿5千万，办公会当发挥超过7亿的效益。武汉肺炎疫情继续跌拖，金门小三通目前停航，水头码头的等候大厅看起来无啥物人。另外一边真有名的观光景点济公楼，同款嘛无啥物游客。以前旅游人数1000人到2000人，至少不管平日跟假日，尤其是假日有曾经到3000人的数量人数。那现在尤其这个最近又差不多100多人而已，所以落差蛮大的。旅客减少，和金门的观光受到冲击。伫咧中央政府按算启动纾困计划时阵，金门县政府嘛提出要来分振兴券的规划，对象锁定伫咧户口设伫咧当地的县民，每一个人分的金额暂时定伫咧2000至2500。金门超14万人口，预计变新台票3亿5千万的预算，有路还阁伫咧研究。刺激消费的部分，我们是有一系列的做法，初步是以振兴券的发行来带动这一系列的刺激消费。那振兴券的概念非常简单，就是透过民众来购买一定金额的这个振兴券，政府加码同等金额的振兴券，达到一个加成的效果。金门县长强调讲，目前上重要是替当地业者来纾困，县政府刷落来以3大方案来刺激当地观光产业的经济，来应应疫情。消费券咯，我嘛袂晓的，唔知还是安全较重。有消费券当然是加减补贴一些，还可以，还比较好。当地店头虽望肯定分振兴券的政策，不过嘛是有人认为讲，即马疫情遮严重，性命安全也是比什么拢搁较重要。不过无论未来政策是安怎，拢希望讲会当解决疫情危机所造成的观光困境。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3月小马祖，香港是世界3大宗教活动的大甲妈出巡活动。伫南疆伫咧头拄是开记者会，宣布讲要照常举行，也毋过会以较简单的方式来举行。嘛爱政府做出专业的判断，也个决定，若政府讲袂使、讲禁止，安尼伊嘛会照办。对于讲咱这个疫情防疫管理。卫福部是专家，针对3个全台小妈祖、全台妈祖宗庙的绕境进香活动，会不会变成防疫的破口？卫福部要做出专业的判断，让所有公庙有所遵从，不能任由网络带方向，制造不理性的谩骂，伤害大家的情感。武汉肺炎影响台湾宗教活动，大甲妈出巡，逐年拢会吸引成百万信徒来参加。即马庙方是定调讲后个月19要照常举行。若资本讲要照常举行，因为外界一直伫头呼吁讲爱延期，所以伫南疆早起9点是开记者会，讲即摆会照常举行，也毋过会用较简单求水的方式来进行。嘛且政府做出专业的判断，若是政府讲袂使办，安尼因嘛会遵照政府的决定。若中华的南瑶宫的妈祖，自本逐年拢会去本港进香，今年嘛因为武汉肺炎有缩短行程，即嘛改做2天1暝，而且无开放民众参加。烦恼庙会较大型的宗教活动，有致使武汉肺炎团体感染的风险。台东关山天后宫元宵节向妈祖请示了后，头一摆将换有60年历史的返乡活动。请示妈祖，是不是现在外面有疫情？结果宝贝呢一次就先杯，所以我们就这次呢庙里面就决议呢，这次的会香呢就暂缓实施这样。这个病毒大家也怕所以我们就顺从妈祖的意思那样。
台东关山天后宫伫台东县内的射箭活动照常举行。另外，中华南瑶宫今年的进香原定7天6暝，为3月2日起假。庙方向妈祖跋杯请示了后，今年缩短活动行程，只剩2天1暝，而且也无开放一般的民众参加。咱莫因为宗教的这个过程带了让人民不安，安尼对生命嘛无好。尽量少一点比较好啦。现在这种时期啊。彰化市长身兼南瑶宫管理人身份，庙方甲10个马会伫进前的共同会议中取得共识，也希望信徒会当谅解。也佫有助济基金会是伫2月做出决定，2、3月大型聚会活动取消还是延后。从2月份开始到3月，所有的大型营队的活动全部都延后跟取消。在会所的聚会方面，所有的大型活动跟聚会，我们也都进行取消的一个动作。防疫大作战，除了宗教团体自我管理甲自我防疫，2、3月是传统台湾妈祖射箭的重要活动庆典。因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庙会活动取消还是缩减，希望会当避免人群聚集，增加团体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去桃园的观音，迄个所在有一窟田攀园真久啊，地方就利用这块地来种莲花，甲莲花摕来做莲花茶，今嘛变做观光景点。农民甲拍带莲花落入去机器，落去磨做粉，刷了甲磨好势莲花粉包做一下一下，这就是莲花茶。因为莲花茶会当减少毒素积伫咱人的身躯，所以受到介意食茶民众的喜爱。研发夏天生鲜产品以外的这个附加价值，比如说我们的荷叶晒干磨粉，来添加薄荷啦、甜菊之类，就成了一个很养生的这个茶。受到民众喜爱的莲花茶，就是按这块地来的。因过这区田草是发甲规世界，地方认为这块农地拍远去是真无彩，决定伫遮种莲花，结合社区发展协会的资源，伫遮设风采农业休闲园区，毋但带动观光，佮大大提升经济效益。有当时拢囥伫遐发草啦，无伫种做的时阵发草的时阵，佮来水来因为。都会堵起来嘛，因为你草济时阵，就会开始堵水的，伤到人顶悬的。像讲这次防灾，我种莲花，莲花佫会当收成，嘛较水啦。社区甲农民合作，顺利解决农地旁远的问题，带动观光发展，佮增加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实在是双赢。记者综合报道。来咱全台湾有4成的茶米是对南投来的，其中伫咧南投的民间是种茶种上济所在。2019年当茶比赛摕到特等奖的是一对种茶爸仔囝，咱来看因爸仔囝对茶米的用心。拄冲好的茶，黄金黄金，闻到茶香香过芳开，啉落后有影真顺。这泡金酸茶和乌龙茶，因为茶香的品质真好，在咧民间乡农会2019年当茶比赛，拢摕到特等奖。学做茶40外冬，在咧南投种茶第3代贾习堆，也佮有伊的后生贾明景，就是这届得奖的人。贾习堆也讲出伊对种茶的用心。给他用什么有机的肥料的摄取啊每一个点都要求的很细心你会发觉他真的一泡好茶会说话。贾习堆自细汉就对爸爸甲阿公做伙学做茶的功夫，10岁伊就学会晓烧茶米。大汉了后，伊的2个后生贾明景也有贾明浩，也接厝内底100年的茶叶斗创新，转型种茶叶的工课，和高山区的茶农拍契约斗阵合作。贾明景表示，这摆当茶因为天气变化较大，照顾茶园因下袂少苦心，烘茶过程也真够工。茶叶里面它有含量的水分多寡去转换它的那个香气。如果你太操之过急，那直接一次就到位，没有分段批次，那慢慢的，那我们说的慢光出气火的这个阶段，闻起来刚开始觉得很香，但是可能过了2天之后，它里面的那个不好的味道又跑出来了。贾习堆甲伊规世人做茶的功夫传予后生，这摆爸仔囝做伙得奖，意义真大。贾明景讲，伊会继续延续爸爸对种茶的用心，互人啉会到因对茶香的坚持，也够感动。记者综合报道。
但是拄着官司的问题，大家拢是真头痛。新竹的地方法院即马甲新竹的公所就有连线，用视讯的方式，互乡亲会当问法律的问题，也是讲伫咧拍官司的过程会拄着啥物代志。毋若省时间，嘛会当直接伫咧镜头前，互法院迄边看这文件敢有写毋对，也是有啥物欠点。重点是这服务拢总免钱。你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一个车祸的问题想要请教。透过视讯，就马上线上咨询法律问题。为了互民众减少交通时间，新竹地方法院特别甲县市政府合作，民众只要到乡镇市公所，就能甲法院提供的专业法律人员直接视讯面对面咨询。花的时间可能不到半小时，我的事情全部办完。那比起我以前光法院跟我住处来回至少花1个多小时，再加上询问的时间下去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更经济实惠的。是可以透过这套系统，靠连线的方式就获得法律知识的话，这个对我们帮助真的很大。新竹县有13个乡镇市，其中包含尖石、雾峰、后山，有这项服务对偏远地区民众来讲，不只是方便，而且佫免钱。尤其我们偏向在五峰坚持，你免去舟车劳顿，那么你只要这样透过系统就可以了解一切。可以利用在地的这个乡公所或者是调解委员会所设置的这个视讯的这一个网络啊，能够及时的针对诉讼程序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解答。未来会用现场抽号甲预约登记方式，民众伫预约时间到服务据点就应开始视讯。即马正是武汉肺炎疫情时期，用网络更较能避免人群接触感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传统的板豆是咱台湾料理的特色。有一阵少年的都市甲少年总铺，伊毋甘咱板豆文化失落去，举办野台式的活动，串联全台湾一寡优秀的总铺甲实在供应商，即马是捧出手路菜。下暗青春咱的梦，咱甲乡亲做伙来品尝。几项在地食材加上创意，就成做一出手路菜。南投的都市阿元，因为对台湾料理真有热情，所以串联台湾各地少年都市，举办一场用台湾食材结合创意的餐会，展现出无同款的板豆文化。为着台湾的食材啦、文化啦，甲阮遮的职人的前景，大家做热血的收听，然后甲上好的展出来，互大家知安尼。对，修。野台式餐会上较重要的精神就是合作，每一个都市为暗坎卖唱播，甲台湾食材的特色，亲像变魔术同款，变做米其林星级的料理。第长期带伫法国有名的美食评论家，拢互因感动，专工倒来国内支持因的理念。厨师餐饮是一块文化的工作，重点是你有法度互遐在地食材甲人的才华展现出来的。好的农夫，好的做产人，因想要用心，然后把因的产品、因的作物生产出来，卖互阮。阮靠这个条件，把菜做好，卖互消费者。甲传统的板豆设计做国际级的餐会，过程需要真侪人力、物力甲时间，甚至爱牺牲做生意、赚钱的机会。也毋过野台式一办已经是3档，传承板豆毋若只是可比手路，是教人因的理念甲创意合作伙，捧出好食佮好看的菜色。记者陈怡真、易英宗采访报道。来关心武汉肺炎，即马有受到热文界。屏东县政府的文化处就表示讲，目前伫3月份有2场大型的音乐会，也毋过即马票敢若卖出3成。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滚价，民众为着提防新冠病毒，拢尽量减少出外。地区各地头的艺文活动受到真大影响。伫台湾上南边的屏东演艺厅，嘛有真侪活动和节目转延期举办。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文化处在3月推出的2场活动，就是 Kitty 音乐会，还有半岛风声相放伴。这2场的票房目前只有2到3成。那我们也就是请各位乡亲，就是踊跃的来支持我们的艺文活动。原本真受大人囡仔意爱的日本 Hello Kitty 古典音乐会，不得已延到3月28演出。因为疫情还在退烧，民众唔敢到室内参加艺文活动。
退票的人嘛多，无一张票才干那卖3成尔。我们文化处已经在过完年后就制定了防疫 SOP， 像是馆内的工作人员上工前都要测量体温、戴口罩，而且酒精的消毒。那入场的观众如果额温高于37.5度，也不开放入场，并劝导就诊。那馆内每天也会来进行消毒的作业。文化处强调，为着要让观众放心，大家展览馆拢有加强防疫事工，民众若有家扫发烧即寡镜头，也会禁止因入馆。希望大家会使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艺文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少年家用武艺来创作，公司台基台专工举办微电影的创作比赛，今仔将个影像由几位马来代言，鼓励少年人把握机会，用武艺来记录咱这块土地的水。微电影，笑微微。对镜头微微笑，今仔也许杨贵美自细汉就讲台语，伊讲伊是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台湾的查某囝。最近伊毋但主持公司台基台的节目，也替台基台举办的台基微电影创作比赛徛台。杨贵美甲伊过去用尽苦心翻译华语剧本所累积的台基底经验，鼓励即阵的少年辈爱把握机会用母语创作。国语的剧本要翻做台语嘛是真困难，但是你都是爱问啊，爱问人请教人，咱会当透过咱的影片，安尼真温柔向世界来讲，咱台湾是台湾人是生做什么款吼的感情，安尼是上好的。3、2、1。为着提供台语，公司台基台特别举办微电影、台基微电影的创作活动，就是希望透过微镜头记录台湾这地宝岛的故事。公司董事长陈玉树也表示，公共电视长期以来总是国力提供机会，让创作者有制作各类型影像作品的舞台，也讲这摆活动延续公司推出优质的影视产业这个使命。为学生剧展、人生剧展，一直到新创电影哈。都是一站，互少年人为少年开始有通参与工作，而且有通进步。微电影台语影像创作比赛，只要是对台语文化有兴趣的人，拢会使参加。首奖会使摕到20万块的奖金。得奖的影片未来也有机会伫咧公司台语台播送。记者阿敏、金田玉水台北报道。环境爱关心，食树奶糖就千万唔通乌白配，因为黏在涂骹是真恶清。咱来看英国有一个艺术家，15年来，伊甲树奶糖变做艺术品，伊的作品即马伫咧千外个，伫欧洲各地拢看会到。另外，伫美国嘛有一个设计师，伊是利用人买伫的布料来做出时行的新衫，因拢希望透过因的作品，提起大家爱看重环保。店内有放各种色水、废弃布，坐伫椅仔顶头的是纽约设计师丹尼尔，用废弃布创造流行的衫，希望业界会当思考。There aren't enough resources on Earth, so it's important to start by using things we already have, and the scrap material that's available is the #1 resource. 纺织甲时装业是地球第2大淡水污染源。美国环保署统计，全美国纺织粪扫2017年有1700万吨，其中1100万吨送去粪扫场抬起来，刚好差不多260万吨向回收。It's not just about making money; it's also about making an impact. 丹尼尔对纽约有名的设计学院 FIT 毕业，2015年开家己的服装店，店名叫零废弃。伊到工厂摕废弃布，用特别技术加上无共色彩图，设计做无分性别裤、T 恤甲外套，受到少年人喜意。伊作品嘛伫博物馆展出，伊甚至希望别人模仿伊的设计，鼓励经过处理旧衫甲废弃布，创造出环保英雄的流行理念。The more people that do this, the more we see a solution. 镜头转到英国伦敦的陈喜桥，一男子伫桥顶画图，引起真侪人围观。原来伊是伦敦有名的树奶糖艺术家，伊甲过路人配伫街头的树奶糖，变做艺术作品。And I'm transforming the rubbish and making it into a form of art. So it's a form of recycling. 今年57岁英国人威尔森原本是一个插条师，15年前伫街头看到黏伫涂骹的树奶糖，感觉真无好看，就摕工具甲笔对树奶糖进行改造。I use acrylic enamel paints, and then I use a burner, and then I dry the paint off as I go along, and then I put a lacquer over the top of the gum.
这个作品差不多爱开2点钟完成。伊作品目前伫欧洲各地各计有过6000个。伊讲这亲像伫每一个城市的稳重艺术，希望大家伫欣赏艺术时阵，慢慢去乱弹本数。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北向清早，今仔日下晡开始到明仔，东北季风会略略啊增强。伫个食方面的北部、东北部会变天会落雨，会转凉冷。所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运动。北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26度；中部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29度；南部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31度；东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6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珠。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咱再会。